亚湾东南部岛国，距非洲大陆201公里，由圣多美、普林西比以及罗拉斯、卡罗索等14个小岛组成。东与加蓬，东北与赤道几内亚隔海相望，海岸线长220公里。圣普两岛均属火山岛，属热带雨林气候，两岛平均气温27摄氏度。1到5月为大雨季，6到9月为旱季，10到12月为小雨季，年均降雨量约900毫米，面积1001平方公里，人口23.09万，90%为班图人，其余为混血种人。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，90%的居民信奉天主教。